今日條影片同大家做一個月結啦，第一季度嘅季結啦，同埋用足頂底 capitulation 嗰一些指標 update 下近來睇法，究竟近來嘅升浪行完未呢？咁我哋可以對比翻過往兩次唔同形態而導致唔同結局嘅一個 backtest， 睇下我哋今次似對上兩次嘅邊一個啦。以下嘅影片全部都係技術分析嘅分享同埋教學用途，並唔係任何意見。各位做決定之前，請自行做足功課同埋風險評估。By the way， 我喺 Telegram 開咗個免費嘅 group， 有興趣可以 scan 呢個 QR code 即時加入。除咗每日都會有啲市場嘅資訊之外呢，每個月我都會做一份唔同投資範疇嘅懶人包嘅。11月出咗呢個股神巴菲特都建議大家買嘅美股 ETF 啦，今個月亦都已經 upload 咗個懶人包上去噶，有興趣可以過去。3月份剩低2個交易日，但我哋都可以做住個買數先。今個月跌咗接近2500點，已經去到 9.34% 嘅啦。由最高位210嚟計嘅話呢，我哋跌咗4000點 14.23%， 呢個亦都係正今季暫時嘅表現。我哋24年1月份捉咗個 capitulation 之後呢段升浪已經行咗2年幾啦。下半段嘅影片呢，我哋會用呢一套捉頂底 capitulation 嘅指標去睇睇呢一段升浪行晒未，同埋對比翻過往2次嘅升浪係可以行咗幾耐，同埋係點樣完結嘅呢？咁就可以 project 下我哋今次究竟個結局有機會點樣走啦。有興趣嘅朋友記得留到最尾。咁喺呢2年幾裏面呢，我哋唔係冇一啲接近20% 嘅回調嘅，例如好 classic 嘅25年4月嗰次啦，由3月個頂跌到落4月個底呢，我哋跌咗5800幾點 23.51%。而對上一次呢，就係24年10月高位跌到落25年1月嘅底，跌咗4600幾點，接近20%啦。咁即係24年發生過，25年發生過，而家26年暫時跌咗14.23%。轉去3個月圖啦，由24年第一季開始行起呢，我哋真係做得唔錯噶啦，升嘅季度多過跌嘅季度嘅。對上一次跌已經講緊24年第4季跌18點幾%啦。Capitulation 之前呢，就係跌足成年嘅，由23年4月跌到落24年3月，呢個就係1月份嘅底推返上去，連續12個月都跌咗6000幾點 29點幾%。但係如果從24年第一季嘅 capitulation 開始計起嘅升浪呢，一路以嚟呢都係得一季度係紅色嘅啫。我哋今次呢破咗呢個 pattern 啦，希望唔使好似呢次咁重蹈覆轍跌足4季啊。有一句說話呢，就係 When in doubt, zoom out。當你好驚嘅時候呢，放大幅圖睇下，其實由1987年至到06年呢，先至係港股最勁嘅一個20年升勢。但係自從06年至到26年呢，呢20年呢，其實都係困咗喺呢個位橫行，有窄幅嘅波幅咯。唔計針嘅話 roughly 咁樣拉個框呢，就係16,000至29,000，呢13點玩足20年。咁縮翻近啲啦，我哋轉翻日線圖，要由19063開始同大家睇 structure。因為之前嘅 BOS 同第1、2個 CTS 呢已經圓滿行翻晒噶啦，但係從19063開始行嘅呢2個 impulse 呢，黑色箭嘴呢個係第一個啦，而24242就係呢個 checkpoint 啦，跟住藍色箭嘴嘅就係現時嘅第2個 impulse 啦。第2個 impulse 都已經解決咗啦，因為最新用針落過241啦，所以成段 second impulse 嘅242行到281嘅 imbalance 呢已經圓滿搞掂晒啦。不過第一橛嘅 impulse 裏面嘅 imbalance 全部都未掂過，所以喺3月7號條片呢，我都已經同大家一早 mark 定呢個位噶啦。睇實242守唔守到，守到冇事繼續行，守唔到嘅話呢，咁下面呢就有啲空間要填翻先啦。而亞洲呢，係尤其俾近來嘅地緣政治事件影響得最深嘅。你睇到淨係3月份啊，亞洲股票係被淨沽出52個 billion 啊。睇翻對上2次大事件啊，其實都冇今次沽得咁嚴重啊。咁係因為亞洲係極度依賴經海峽運輸過嚟嘅油，佔咗80%。而家暫時封閉嘅話呢，所以呢對亞洲市場係非常唔樂觀咁。所以呢一輪呢係全沽壓好重啊。再分細啲幅圖，我哋去1小時圖，分咗今個星期1、2、3、4、5日啦。上個 weekend 一翻嚟，我哋就跌穿咗24700，做咗個第59步嘅 CTS 啦。咁耐以嚟首次 confirm 第一次跌勢，咁一穿一啲大位呢，都 expect 個 momentum 呢會跟隊噶啦。咁嚟到呢度呢，就有個 buy order block 暫時拖得住啦。繼而星期3同埋5呢，都形成咗2個 sell order block 俾我哋啦。有 buy sell order block 之後呢，再配合埋 TA bundle 呢一套技術指標嘅話呢，就會好有信心捉到呢啲大跌浪。睇就好明顯啦，但係跌落去嘅時候，好多人唔敢追沽嘅。但係有信號嘅話，就係另一回事啦。譬如當日我哋有呢一 set sell order block 9.3喺呢度準時出發，再加鮮黃色嘅大回陰燭，俾足信心我哋可以喺呢度落注啦。
有咗上下框架清晰托住，再加埋 indicator 嘅線咧，睇到信號呢一度就係一個動力減弱，然後可以平翻倉嘅位置啦。喺241做咗個底部，又或者好似星期四呢一日咁啦，同人哋9.3上面有個粉紅色 sell order block 俾咗個頂部嘅框架我哋，同埋有個 buy order block 俾咗個底部嘅框架我哋，亦都係有鮮黃色嘅大回音燭，同埋下面 momentum 信號話俾我哋聽，一路可以沽落去，兼且再出好多 set 大回音燭俾我哋足夠機會追沽落去，直至反向信號出，我哋先至要齊盤，一目了然嘅一套操作系統，每一步都有晒規矩俾你跟噶啦，無論入市、擺止蝕位以及離場位置，好 mechanical 咁一步一步跟住做就得噶啦，完全撇除情緒，非常 no-brainer 嘅操作，有工具、有 system、有規則可跟。可以幫到好多唔係好咁出手或者唔知邊個位應該切入邊度擺止蝕或者邊度平倉食糊嘅話，即係代表你而家手頭上嘅 trading 方法咧係未夠好嘅。所以如果你已經係交易咗一段日子，實際管理緊一筆6至7位數嘅資金，同埋意識到你係需要一套 trading OS operating system 嘅話，而唔係每日靠估下呢個位做嘢定唔做嘢。我喺下面 description 會放一條連結，係一條5分鐘交易結構檢查嘅影片，可以快速幫你確認一件事，究竟你而家嘅操作係每日做緊 refinement， 定係其實你不停喺度 rebuild 緊你個 system。搞清楚之後，再加埋知道你自己邊款 trader 應該用咩 time frame 嘅話，你就開始有一套 SOP。釐清晒以上講嘅嘢咧，你先係 trader 101。睇完5分鐘影片，你覺得你想進一步了解你自己可以點樣進步嘅話呢，跟住可以睇埋呢個70分鐘嘅 masterclass， 會仔細示範呢一套 TA bundle 嘅用法，同埋最緊要了解你係邊款 trader， 揀啱你嘅工具、你嘅 time frame 同埋你嘅市場，咁所有嘢呢就會事半功倍噶啦。好，下半部分我哋講埋呢一套 capitulation 捉頂底嘅指標先。我哋要 backtest 翻少少，就係上兩次03至07年嘅，同埋16至18年嗰兩次。時間 wise 兩個好唔同啦，一個長一個短啦，同埋個結構咧都係好唔同嘅。03至07嗰次咧，當呢兩個指標一升穿佢哋各自嘅紅色線，分別係100同埋80之後咧，呢個已經 signal 咗話俾我哋聽，已經轉咗勢啦。而佢 last 到幾耐咧，就睇呢堆線咧可以喺100同80以上逗留幾耐啦？呢個 case 係逗留咗4年半嘅，咁所以中間咧係會有 pullback 啦，即係呢兩條線咧會跌穿咗100啦。但係只要佢有動力勾翻上嚟，入翻呢個紅色區間嘅話咧，咁呢個只係一個 signal，話俾我哋聽係短暫嘅 pullback，個 momentum 可以繼續延續。咁你睇到中間咧，其實扭上扭落咧好多次噶啦，呢兩條線亦都做過好多唔同嘅金叉死叉啦，你可以 correspond 翻每一次咧都係一啲ups and downs 嘅一啲健康嘅 pullback， 通常頭1個月之後咧又可以繼續上嘅。幾時先正式完結呢？就係當藍色呢條線同橙色呢條線做咗死叉之後，再跌穿埋100呢條橫線，正式跌出紅色呢個區域。好，轉去睇18年嗰次啦，呢次咧 last 得短啲嘅，呢個係年半左右嘅啫，亦都係啦。當下面呢個指標嘅線勾翻上嚟80以上，入咗呢個紅色區間咧，代表有 momentum 啦。咁我哋就留意住佢哋嘅藍色線逗留喺紅色區間幾耐啦。1618呢次咧好乾脆嘅，同橙色呢條線咧冇扭嚟扭去做死叉嘅，亦都冇跌穿過100嘅，一直喺上面。咁所以你睇到啦，我哋一直都係保持一個升勢，直到18年2月，藍色橙色線變成死叉，而接住落嚟嗰個月，藍色線再跌穿埋100呢條橫線，正式跌出咗紅色區域。跟住你睇到佢完全係一路直插嘅，冇好似呢度咁跌咗落嚟之後又嘗試勾翻上去，保持翻喺個紅色框入邊嘅。咁呢個情況越嚟越明顯啦，冇動力勾翻上條100線上面啊，咁就可以正式喺呢度 certify 佢係完結咗啦。咁之前提到嘅4個 criteria 啦，就係分別睇上面個指標呢兩條藍色橙色線係金叉定係死叉狀態啦。第二個 criteria 就睇藍色線究竟喺紅色 area 入邊啦，定係跌穿咗喺100樓下呢？第三個 criteria 就紅色藍色線係金叉定死叉狀態啦。第四個 criteria 亦都係睇住藍色呢條線有冇跌穿80呢條線離開紅色呢個框。咁睇到有唔同嘅結構而導致佢嘅 last 到嘅長短啦。咁睇我哋嘅情況之前呢，我哋睇埋上兩次係用咗幾耐時間去尋翻個底啦。頂部喺07年12月，底部係去到08年嘅10月。當呢條藍色線跌到落-200附近開始勾翻上嚟，就係我哋當時個底啦。同樣地，18年呢一次
18年2月頂部，今次個底部呢，要去到20年3月先尋到，藍色線跌到落-200附近，跟住再勾翻上嚟，咁我哋就可以界定呢個為個當時嘅底部啦。第一個升浪用咗4年半去升，用咗10個月去跌；第二次嘅升浪用咗年半去升，用咗2年去跌。睇翻我哋而家嘅狀況啦，呢個底部就係24年1月 capitulation 嘅底。當時2、3月已經同大家講，我哋開始有機會啦，但係正式要 confirm 呢個升勢可以保持嘅話呢，就係要到24年8月，當呢兩個指標嘅線正式踏入紅色框框，即係100同埋80以上啦，咁我哋先可以開始計時佢嘅 momentum 正式起行。幾個月前已經通知咗大家啦，藍色、橙色線呢其實已經變咗死叉噶啦，而藍色線呢亦都跌穿咗100呢個條線，離開咗紅色框噶啦。下面個指標亦都係啦，死叉咗啦，同埋離開咗紅色框，4個 criteria 都中晒噶啦。而我哋對翻呢個指標嘅藍色線離開100嘅時候呢，就係上個月用呢個時間框架去拉嘅話呢，升浪係18個月，同1618年嗰次呢比較相似，而且個形態呢都係較類近嘅，因為我哋仲未見到呢啲扭上扭落嘅狀況。一日佢未跌穿0嘅話呢，其實佢都仲可以好似呢一度咁勾翻上嚟，入翻紅色框架嘅。未來留意嘅4個 criteria 就係啱啱調翻轉啦，藍色、橙色線扭翻做金叉，藍色線上翻100以上，即係入翻呢個紅色 box 度啦。第3個 criteria 就係下面呢個指標又係啦，紅色、藍色線扭翻做金叉，而藍色線能夠入翻80以上。呢個紅色框，咁我哋就有機會好似呢一個03至07年咁，繼續上上落落做一啲健康回調，咁先可以反而有動力咧，將佢繼續 push， 而將呢一個升勢伸延嘅。咁既然我哋而家行到呢一度咧，嚟緊4月份嗰啲支陰陽燭以及呢兩個指標嘅線嘅形態咧就好緊要啦。如果佢直接對穿0咧，或者呢個50咧，咁嘅話咧，要扭翻上嚟咧，需要嘅力度同埋時間咧就會多好多啦。睇翻上次能夠成功扭翻上嚟呢橛咧，冇一次係跌穿中軸0嘅。咁 FYI 啦，現時我哋藍線嘅位置係51點幾，勾翻上去100以上，又或者跌穿0嘅機會50-50啦。咁所以4月份就非常 crucial 啦。下個月再同大家 update。有興趣想知道市場結構啦 ，option 1、2、3啦，同埋用4度空間雲圖呢啲進階指標做嘅技術分析嘅話，又或者關心美股，我亦都會用量化數據同大家睇睇未來短中長嘅走勢嘅話，有興趣可以過去7天免費試張 Patreon 2級火火。想知道每日嘅粉紅色 sell order block 同埋粉綠色 buy order block 框架嘅話呢，每朝8點半喺 Patreon 2級火火會準時同大家公布，等你有晒當日嘅框架，方便你操作。如果你係管理緊6至7位數資金嘅 traders， 交易咗一段日子，但都仲係未有方法做到穩定盈利，以下呢個免費 masterclass 就係為你而設啦。6歲嘅火火都識得用，呢句唔係講笑。Trading 從來都唔係靠天分，唔係靠直覺，更加唔係靠你有幾聰明。早喺好多年前，殿堂級 trader Richard Dennis 已經驗證過一件事：只要普通人肯跟清晰規則，肯照流程，肯重複訓練 ，traders 係可以被系統性訓練出嚟嘅。因為 trading 同任何 skill set 一樣，唔係靠感覺，只係靠結構。我見過唔同行業、唔同背景、唔同交易年資嘅 traders， 背景唔同，但係只要用同一套規則、同一個流程去練，進步方式居然非常相似。分別唔係經驗有幾多，而係有冇一套可以重複執行、可以 fine tune、可以累積嘅 system。講到尾，冇結構只會靠運氣，有結構先可以行出累積嘅第一步。但我要講清楚一樣嘢，我唔會令你一夜暴富，唔會教你賭數據。如果你想揾快錢，或者接受唔到止蝕，呢套策略計劃就唔適合你。我準備咗一場 private webinar， 會完整拆解呢套有晒規則俾你入場、出場、風控學跟住做嘅系統，將 trading 變成一個可以被訓練嘅技能。如果你認真看待交易，當佢係一門生意，或者想打造你嘅第二收入，甚至成為職業級交易者，你可以立即登記報名，到時見。